大家好，歡迎收聽 Channel 65，我係 Lumia。有網民喺討論區出帖表示，星秀出咗一個真正嘅寶藏歌手，佢係邊個？咪就係殷敏芳咯。殷敏芳生於澳門，啱啱喺澳門大學畢業，因為喜歡音樂，睇到星秀比賽嘅廣告，雖然佢從未受過正統聲樂訓練，但係都鼓起勇氣參加比賽。網民講話 TVB 真係開始轉運，居然俾佢哋遇到呢個寶藏女孩。網民大讚殷敏芳唔只有青春，佢俾人個感覺好清純，而且好有澳門女仔嘅特色，非常有吸引力。咪住先，喺呢度停一停。澳門女仔嘅特色 Lumia 唔係好知道澳門女仔有啲乜嘢特色。如果 Channel 65嘅聽眾知道嘅話，不妨留言話俾 Lumia 知。網民表示，殷敏芳嘅氣質同年輕時候嘅山口百惠絕對平起平坐。山口百惠可以話係日本藝能界嘅永恆經典，相信殷敏芳亦都可以成為香港樂壇嘅經典。網民指出，殷敏芳響歌唱訓練嘅時間明顯唔及其他參賽者，所以唔知道最後佢可以響呢個比賽裏面行得幾遠。但係有一樣嘢可以肯定，殷敏芳以後一定可以做到中港樂壇嘅超級天后。哇！呢位網民讚到殷敏芳天上有地下無，唔知道呢位網民係飛天爺爺定還是真係殷敏芳嘅超級 fans 啦。而喺早排歌手助力賽，殷敏芳同坤哥吳業坤合唱咗《原來只因心愛着》。賽後坤哥仲問殷敏芳可唔可以攬下佢，有記者仲問坤哥：你老婆靚啲定還是殷敏芳靚啲啊？搞到坤哥都唔知點答。有網民表示，殷敏芳冇俾坤哥攬實，呢個行為真係要加分，因為證明咗佢唔係一個咁隨便嘅女仔。有網民留言回應：坤哥搞笑啫，佢本身有老婆，知道分寸，點會真係攬晒落去？而且 TVB 要保住殷敏芳嘅純情乖乖女形象，一定唔會俾佢同啲男藝人攬頭攬頸。另一位網民留言講話：坤哥都係睇人去攬，如果對方係欣宜嘅話，睇下佢會唔會開聲話要攬下。有網民認為，殷敏芳每次響星秀都有亮麗嘅造型，百變嘅形象。以前有百變梅艷芳演唱會，以後一定會有百變殷敏芳演唱會啊！有網民覺得，其實澳門真係好少有具代表性嘅藝人，有古卓文呢個中年好聲音已經非常難得。依家多咗一個殷敏芳，第時澳門有啲乜嘢大 show 同回歸晚會都可以揾埋佢去表演。TVB 冇咗嚴明熙，依家有翻個殷敏芳補數。有網民驚呼：吓，唔係啩？殷敏芳同山口百惠平起平坐？其實講呢句嘢嘅人，究竟知唔知邊個係山口百惠啊？有網民表示：你哋呢班 TVB fans 搏晒命喺度吹捧殷敏芳，又話佢係百變殷敏芳，又話佢係中港超級天后。咁黃渤呢？你哋家陣係咪打完齋唔要和尚先？有網民笑到咔咔聲 ，TVB 有天后黃渤，又有笑天后殷敏芳，今次發達啦！有網民好奇，睇翻殷敏芳之前嘅訪問，佢話冇打算做歌手，參加比賽只係想挑戰自己。如果比賽完咗之後，殷敏芳真係唔留低做歌手嘅話，到時會唔會又俾班 TVB fans 日日話佢反骨㗎？講到呢度，休息一陣先。返到屋企第一時間洗面清潔，我最中意嘅小狗寶潔面巾，極細纖維呵護我面部肌膚，仲有凹凸圓形壓紋幫助吸取污垢。最緊要係用完即棄，唔怕細菌滋生，方便乾淨，以後就用佢啦。小狗寶潔面巾，清爽 clear， 零舍 free， 零瑕疵。講起 TVB， 最近 TVB 歌手鍾柔美向媒體透露，佢拍攝劇集《非常日誌2》嗰陣拍到中暑。早幾日，鍾柔美現身機場出席 TVB 劇集《非常日誌2》公開活動。鍾柔美接受訪問嗰陣時表示，拍攝當日嘅天氣好熱，佢要喺烈日當空之下喺機場嘅停機坪不停來回咁跑，結果搞到差啲中暑暈低。雖然佢好唔舒服，只不過唔敢出聲，一直死頂。2個鐘頭之後，有工作人員發現佢神情呆滯，所以即刻叫佢休息。鍾柔美話工作人員俾咗啲冰水佢飲，跟住佢唞咗一陣之後就冇事啦。吓，高溫中暑即刻飲冰水，
班工作人員係玩嘢定靠害啊？話時話，之前中油美嗰套臥底嬌娃拍完咁耐都仲未播，唔通 TVB 打算留返嚟煲醋？講開 TVB 歌手，又點可以唔提下曾經被 TVB 無理打壓同封殺超過1年，而最近終於脫離 TVB 魔爪嘅嚴明熙呢？自從樂壇小天后嚴明熙宣布出關之後，一直得到娛樂圈嘅前輩公開支持同鼓勵。最近前輩鐘嘉欣仲邀請咗嚴明熙合唱佢首新歌，雙方嘅歌迷都表示非常驚喜。鐘嘉欣講話，生活充滿美麗嘅驚喜，佢好多謝嚴明熙嘅支持，同埋好感激可以遇到呢個令人難以置信嘅嚴明熙。鐘嘉欣希望嚴明熙繼續用美好嘅歌聲向世界傳遞愛同治癒。有媒體猜測，嚴明熙好大機會同鐘嘉欣有更多嘅合作計劃。有網民表示，我一直都好鍾意鐘嘉欣，亦都好鍾意聽嚴明熙唱歌。依家佢哋兩個居然走埋一齊合唱，呢個合作真係好夢幻啊！講起向加拿大回流香港嘅鐘嘉欣，Lumia 想同大家講下加拿大。近年有唔少住響加拿大嘅當地人都話，近呢幾年加拿大嘅經濟同治安都差咗好多。除咗響商場出現零元購之外，依家仲誇張到直接入屋搶劫。早幾日響光天化日之下，有個航空學院嘅院長俾幾個手持棒球棍嘅蒙面歹徒響屋企門口外面襲擊。唔知道呢幾年加拿大嘅經濟、治安同埋國運係咪真係咁唔掂，所以搞到移民咗去嗰邊嘅前 TVB 藝人唔係回流香港同內地，就係身體出現問題。早前有反中反到出晒面嘅咸豐年 TVB 花旦李婉華，佢大嘆加拿大今非昔比，又話治安差，又話經濟差，搞到佢打算回流返香港飯食。而移民去咗加拿大幾十年嘅前 TVB 老戲骨夏雨，亦都靜雞雞走去中國大陸拍劇同定居。至於喺3年前移民咗去加拿大嘅前 TVB 藝人鄧健泓，早排佢自己拍片講話，響今年7月份開始，心臟持續出現異常痛楚。喺相關嘅自拍片段裏面見到，現年51歲嘅鄧健泓頭髮蓬鬆，面容憔悴，非常頹廢。根據媒體報道，鄧健泓同佢老婆石永玲啱啱移民去到加拿大嘅時候，由於響當地冇嘢撈，所以需要節衣縮食，限制每個月嘅生活支出。媒體除咗關心鄧健泓嘅健康狀況之外，佢哋亦都非常關心佢咸豐年前嘅風流事蹟。曾經被媒體封做女星殺手嘅鄧健泓，入行之後，先後同蓋世寶、袁子慧、龔嘉欣、張嘉怡、李施嬅拍拖。當年鄧健泓同李施嬅拍拖嗰陣，佢背住李施嬅偷食比佢細12年嘅石永利。鄧健泓公開承認自己行為賤格。有網民大嘆，娛樂圈真係一沉百踩。鄧健泓家陣身體有事，班記者淨係掛住報道佢當年嘅出軌事件，真係冇陰功咯。Try to brighten up your eyes, 'cause the truth will never lie. Just wind away and make it clear in my mind. Deep inside there's a lullaby, just we didn't realize. Far away is all the way on a time. 提提大家 Channel 65已經開通咗頻道會員功能，每個月5蚊，你就可以擁有 Channel 65會員專屬徽章同埋4款嚴明熙 emoji。歡迎大家加入 Channel 65成為會員。好啦，今集就講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